你打工又好，你創業做勢又好，都可以幫你手。如果你唔想話喺而家呢個局面裏邊，而家呢個環境裏邊墨守成規，你想有突破嘅，我覺得你可以試一個。Hello，又係拍片時間啦。咁今日講嘅呢一個牌呢，你見到我準備咗架撐喺度。呢一個牌就一定係同呢一幅圖有關啦。同邊個有關呢？就係同龍坡襯鞋同埋阿贊豆啦。咁但係呢，我要講嘅就唔係下邊呢一個啊。講翻呢係講緊喺4年前啊，2564年當年呢，就龍坡襯鞋同阿贊豆，跟住仲有阿贊 boy 啦、阿贊石神啦，跟住就阿 Jack 啦、阿贊普兒啊，咁啊一齊去加持咗嘅第一期寶舟。第一期寶舟係點樣呢？我而家手上啱啱有兩磚喺度，就係呢一個款。轉翻去前置鏡同你講翻，究竟呢一磚寶舟有咩咁厲害啊？嗱，你可以睇翻咧，佢就係第一期寶舟。第一期寶舟有咩咁厲害咧？咁喺2563年咧，當年咧就頭先我同你講嘅組合啦，阿贊豆啦、龍坡襯鞋啦、阿 boy 啦、阿 Jack 啦、阿贊普兒、阿贊石神啦，咁就 book 咗第一期嘅蛇煙寫應食人婦。去到64年嘅時候咧，就 book 咗第一期嘅寶舟啊。咁呢個就係第一期寶舟。跟住65、66、67咧，佢都係做咗寶舟，所以我哋叫呢個咧就叫第一期。咁佢有咩咁厲害咧？除咗一般你睇到佢寶舟可以幫你叫做控靈啊，擋到一啲污糟嘢唔好嘅嘢之外啦，咁佢後邊有無頭符啦，無頭符可以幫你將敵人嘅攻擊傷害反彈啦。咁但係呢一磚牌咧，其實好厲害啊！佢以往我哋真係可能會睇佢嘅法相，睇佢有啲乜嘢，我哋就會定義佢係有啲咩功效。但係呢一個咧，我可以同你講啦，佢喺咁多年裏邊帶過佢嘅客人咧，全部都係有好好嘅後備啊！講緊佢係可以幫你增強你個人緣運，令到你可以招貴人過嚟幫你，係十分之厲害。咁有貴人嘅扶持，可能佢會幫你，令到你嗰個機遇啊、機會大咗。無論你打工又好，你創業做勢又好，都可以幫你手，令到你喺你嘅身邊咧，佢會帶咗之後，就好似去係不斷喺你嗰個人物裏邊去睇下。你嘅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有冇一啲人物，有冇一啲貴人可以幫助到你，去令到你突破你而家現有嘅框框？呢一個亦都可以講係十分之厲害。嗱，我自己有帶過，我亦都有身邊嘅人帶過，都有唔少嘅客人帶過。有做固定工作嘅，有老細請咗去做一啲可能幫手做一啲可能私房菜咁樣成啦，去做一啲管理咁樣成啦，亦都有係可能係做固定運輸嘅公司，再俾多可能2間鋪去做，加咗人工。可能以前有識佢嘅時候，可能係2萬，去到後面4萬、5萬都唔出奇，口碑好好。以早期嘅牌嚟講咧，呢一磚係真係可以講係阿贊豆代表作，十分之多嘅事蹟，十分之多嘅好評啊！喺我自己嚟講咧，可以講就係最簡單就係當年我太太啊，指甲姐大咗之後咧，就由原來嘅打工變咗自己去同人哋夾份去做呢個包包店嘅賣呢個奢侈品行列啦。呢一個係俾到一個好大嘅轉變，好大嘅契機啊！喺我身邊亦都好多人戴咗之後咧，係有好多嘅好評，所以我覺得呢磚咧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係絕對推介俾大家嘅。嗱，我手頭上咧有一磚係你而家望到一個包咗彩虹仿鑽殼。如果你唔想話喺而家呢個局面裏邊，而家呢個環境裏邊墨守成規，你想有突破嘅，我覺得你可以試一個。好啊，除咗黃銅之外，另外仲有磚係銀嘅材質啊，再磚銀嘅材質，你見到滿爆晒手踭。銀嘅材質相對做嘅數量你都會比較少啦，後邊係咁樣嘅，有黃銅同埋有紅銅嘅符片喺度啦，你會望到嗰個無頭符係清晰啲嘅。兩磚小助手之後會出文講俾你聽，呢兩磚有興趣嘅嗱，入門版就呢個，你想一步到位嘅就呢一個，可以自己私聊我價錢啊。好，呢一個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喂，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